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今到跨年的时节，旅游过多人抢能爱去推动人太麻利，看一年当中千头多嘅天白浪，一张人出名讲系日本志向的所在，唔单止系得人出名，对日本书的历史都引来引导客人晒下记者嘅。东海岸的客人系大高山，唔过太麻利嘅秋香兰。客人都将美一般以上，是台湾最少数嘅海岸客家庄。太麻利嘅客人大多数是对土种苗系嘅北埔客。金針花撒假嘅農業業道是因人種來落實的經濟作物。韓國特別的係太麻利還有一群來自雲林嘅走岸客人，佢只嘅咪係推動地區走岸客新集中嘅鄉鎮。東海岸客家局將呢列之二，林秋蓮蔡一昌錄帶大家去日本志向太麻利。金針花海看下過去，漫山漫日風涼涼麼？日頭撐下去，金針花隨風繞出，日前金黃色花浪。你如果天光日來花。你係咪聽講嘅花？啊，你今年會摘嘅？啊，今年也冇摘。聽講是從哪塊出來呀？東塊嘅金針花，前一年出嚟查睇，所以有容易嫌佢人人每年。佢造型條吼，佢是從來安hơn吼，佢是按很多都爆人啦，逼開了天啦。你條出來時，佢就緊顯，會顯開來。你三批大批嘅嘛？呀，啊，你三批四批嘅，吼。啊！你當個你去供化咩？你去供化，啊！你塊麻化嘅。開花就沒有用了啊！開花是那個放給他開花，就是給人家看的，給人家來拍照的嘛。對，係啊。金針花係百合科，係當年上小見草本植物，等一下秋高接出為開花。下日佢嘅黑條嘅時節，葉下未保存，佢自然佢自己會保存。啊，葉條唔會死啊，葉佢講佢花啲順風開出來嘛。啊，萬年佢冇停就進來開 MD 啦。推動太麻利金針山係台灣金針主要產期之一，開發最高日1450公尺，頭創業猛然掉人，是土狗而家分叉台都適合種金針。10斤就左右1斤啊，金針嘛，佢係金針是1斤金針有9斤水啦。民國47年870在過後，當到家人使到了，攞金針肉帶過來，湊出嚟包圍金針山嘅好光景。胖若夫係民國28年在西藏野台嘅時節，除太奶阿公阿妹對苗栗南族使到推動地盤。民國62年就搬到太麻利，該有時山黨除少幾條日夫係行業。山黨裡還有其他像樣有種金針嘅行業。有啊，該富美行業，你下輩啲富美行業，韓國當咪該按照雅口該美行業啊，韓國該嘅美行業，你行業會緊潮啊，幾潮嘅啊。就來了。金針山大概從在50、60年代的時候是一個輝煌時代，大概300多公頃。我種金針當辛苦，三季嘅時節，從頭會對林天講，冇喊到天熱3公半日，人家水冇2點鐘，離順有帶，當農民出貴種叫馬也係差。
所以了下金站主持面积还那係少咧600-700客家。不過胖肉風浪來個，還係堅持下來。這開起是會當往晚轉來煎，會當煎菜煎會使煎，天婦羅，係做天婦羅會使煎，袂使逐工食擋袂掉，無袂使袂，逐工食吼，口裡都燙袂糊。但係金站上開始上日前，溫暖金風盛時節，煙客出來冇天，對西山轉向觀光休閒。兩部轉去，是本人小講會做冇條路嘅幾條，總算未得到一條回饋。因小講，因個金針啊，病體咧，因就甲佢哋個做啊個唔怕啦，嘛無想講咱會做變即觀光，你知無？較早無嘛，迄陣無嘛，安尼，大家都唔正啊，無法度啊，我都戇正啊，我嘅想法就是安尼咧。萬一若有人客來，我這兩區幫佢開花，這兩區吼，兩區留來。來過咱北島啊，北島愛先過咧，你知啊？北島過咧，我都唔知有精神好來辦。如果願意，沒有人願意做這種做第一層的、做第一階級去從事最辛苦的這個部分，沒有人願意做這個部分，這真的產業就完蛋了。而且甚至金針山這個名字會不見。花市只是吸引大家來看，事實上是大家來多認識農村。從金針花嘅後輩，竟然喺窮嚟安屋蒙人地嘅理想。我是念小學開始種金針，種到現在。然後我母親問我說：“你採不累嗎？”我說：“我覺得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”啊，很漂亮的時候跟大家分享。台馬里間講，看農業無助為緊，也就本人按照熱選思鄉嘅素材，以前之對大家話到都係研出面，想冇研做一道行業。了台馬里吼做城市研出面較多嘅吼，啊其實到日本時代，都見到客家人吼，最早個認同是嘅呢綠隊客。政府研究啊，個日本人佢來開發啲東埔，啊都啲個土種苗個片行業，你下就比個南部下就較多。東海岸嘅行業分散帶到各種素材，係那台馬里嘅橋向欄，行業出獎勵日本客家，係其少嘅海岸客家總頭。早期向欄出用研出面落行業，唔過族群之間有異多分析。所以日本人除了研出面，晒到難為一隻素材。跟日本人為咗解決啲衝突哈，叫將啲荷蘭人，他就研出面就晒下個南海一個新向南啦。你向南本身就係個向南嚟啦，佢晒過去改變新向南，兩人大家都講啲舊向南啦。啊，故所你為舊向南就變客家人就較多。你種我買人不可以。研出面係，客家人就兩家人。我教咗是60年了，跳擺步自己跳前，冇五個啊，報名獎個買提起到我呀。艱苦呢，種菜咧，割草咧，樹木咧。五谷家家，呢個關鍵家、太子家，白宮哦，那個咧。子孫樣樣，大家合家平安哦，五穀豐收。少向建設，新城來 Q， 喺南迴公路上，也見主要服侍五穀價嘅富農局，處係村民嘅信用中心。cái lỗ bụi họ khi đồ còn anh ấy bị đông căng thiên để抢cái种国家哈信用太低啊，你了bị來服侍啊，都係美農cái bị有cái國家苗嘛哈，而家被割向割過來啦。哈那美農國家又係對苗里分向過來，所以當年求啦9年，村民都為組團到美農老苗里割向。不過日本時代，富農局其實本單是係一件細細嘅白公苗。還有自然土地水庫中心啊，你也都會講。
去跳摆了以后，水到了跳千龙步嘛吼，跳自然的嗰种游类吼，跳摆弹弓是了散吼，是了跳了则散吼，动作跳的。政府又个吼改个跳咱快弹吼，啊然后改按照向咱安那。游泳栏行业更重落实，对土地白宫落五个热，当然系特别天生尊敬。早期是咧开天的钢种。还有是个种个那复古哈，复古个种古早啊，个复古驾驶较好啊。啊，你下就钓鱼是种个种个槟榔仔吧？你有冇介種啊？台木種，係，大家按照台木種啊，啊銷路要較好，較有肉，啊木頭台吼，幾粒木吼，一木一粒闊啊，一粒直啊，哦，你粒摘低嚟，你話，你要開機會，要開光機會就摘低了。为然大多动几个副歌，一招比一招喊那台，不你看到出动向外事，现在现实喊那享受，把个开来，水出淡淡定定。等樣呢？鳥嚟啦！乾啲後好啲嘅樣吼，氣候後好啲，差唔多2斤等2-3斤，呀！啊，你啊順到水了冇呀？你啊7月新曆吼，差唔多7月，你啊差唔多收嘅吼，啊陸陸續續去收啦，啊天氣變吼，就係公園加秋立公園加用時收嘅，收到搶命呢。台馬里行業係土著苗被破下下到，不過最本人想唔到嘅係，你會竟然咪係推動提起招恩行業最集中嘅向前。啊，你台馬里最大提升吼，佢就個招恩客，哦，那集中地了嘅，哦，啊就城市富咩？你啊長了台馬里度有30-40戶啊。28年吼，八七水災了吼，阮哋冇同神話。吼，生活唔得過啊！啊，個陣時差不多民國50年，甲53年，個陣搬來跳島啊。我是福建漳州的，啊，因是福建泉州的。哦，做少就正好多人啊。76歲嘅林妙亮喺軍林輪輩出世，轉為喺軍林生活艱苦，就冇來到台馬里親身機會。我提一邊來，提奧多麥來，57年來了吼，攏冇武下，攏冇武啦，吼啊，58年個另外個來哦，啊，他見到人，啊，我講依家這邊吼新開發，啊蔬菜唔賣，吼，啊，我一個好來了。林妙亮兩下喺台馬里街路後快麗莎。40年前講到推動嘅時節，係做治療工作。你較早嘛多隻？伊較早多隻山頂。哎呦，無一點得困哦。哎，那些盤啊？啊，平常做變啊，一做那些盤。嗱，大家錯啦，嚟錯啦。做本地下都熟悉啊。地嗰邊都熟悉。喂，雲林嗰邊都熟悉啊。哦。啊，唔係呢個坑呢？冇啊，伊就想來帶我來啊，係阮哥哥呢。廖萬忠係專念議論人，該兩時定議論未係快樂風，因為87時在生活亂體就會搬走。聲音咪係是啊，啊要即賣物件炸就袂用啊，要像這個咧，這老賣啊真好用嘅。來到他鄉個新生活，他嘅鄉人要鄉親昂昂蹦蹦，佢就過嚟最艱辛嘅階段嘅度。試試看啊！哎，我煮的，好厲害。
瀑布嘅講，撐硬嘅天白人帶來新希望，一群客人歸心期待，希望藝人來到呢一隻演出名按照熱透出來嘅素材，讓用面世界能日頭日出。